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来，大家好，我是阿德。嗨，您好，我来自宜兰的雪芳，你有想我无？雪芳姊个转来啊！咱有伫开讲即个问题嘛？吼，有讲我有甲大家讲啦，讲我即顶礼拜即个一集是特辑吼，特别一集，所以无。你无参加到，因为我去台北录音，所以就随时有人伫问咧，莫安尼讲，伊走到台北去嘛吼，惊尽量莫劳师动众安尼，所以叫我就讲笑啦哈，叫我伫 Clubhouse 顶管就有人伫讲啊，即集无爽，我就想要听伊的声，我就伫讲即个代志。我想这真趣味啦，啊，即届你就搁倒来啊，我来了，我来自宜兰的雪芳，我只是学一个小朋友吼，伊去比赛吼，迄个草学去比赛，大概人草学当敢要搁有？即嘛是有啦，搁伫比赛吗？我有伫比赛，因为疫情关系吼，可能嘛有休困拢报一寡迄个旧的节目。重播就对啦，重播顶播的就对啦，嘿啦。小朋友就高追乱讲，我来自倒位安尼，你有想我无？然后我嘛小学一个吼，老来俏安尼哈。我问你咱顶一集虽然你无参加到，但你有听无？迄个台语绘本迄集，有讲了真好啊。你有啥物感想吗？语言真顺。你讲像语言迄个，两个拢真好，吼，安尼较袂得罪人啊。袂啦，讲实在是拢讲了超好诶啦。我听吼，听我即满吼较无去甲伊回想较济，因为我即满嘛无小朋友，毋过我是感觉内底讲了真实在。第一个吼，咱爱伫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比啥物去读学校诶一节课两节课，也是请人来教，迄完全无迄个味啦。迄个口味拢袂出来，迄个韵味无入味，听起来拢安尼盖安尼啦，较无适当。尽量会使我嘛拢甲厝边讲，毋过即马即个物件是安尼啦。囡仔吼，想法即个毋是咱会当讲讲，人若好就好，咱家即个资讯吼，传互人就好。像我去爬山去订一寡迄个做阿嬷诶，阮就伫讲互听呢。伊讲好袂歹哦。伊嘛讲一个国较高追阮迄个一个阿嬷讲，我吼甲阮孙拢讲台，因为阮新妇是外省人吼，我国语无标准，就阮新妇就直接甲我讲，妈，你甲伊讲台语就好吼。阮即个朋友学我听吼，你国语无标准，其实有影啦差真济。伊甲你对，阮逐个笑甲伊讲，飞机，妈，你看，你教那个弟弟啊，你拢讲飞机，阮逐个笑，伊家己本身嘛感觉好笑。我讲我有讲安尼吗？有影啦，有些人甲你讲会无去注意啦。伊讲，阮是不讲学我听讲，妈，你拢安尼讲飞机，这样孩子都没办法学认。比较标准的，家己就无啊标准的呢。我讲伊先啊，袂甲伊讲台语。有啊，即马就因新妇官来讲因为有时你来甲伊讲吼，囡仔像讲若去读书了后，真济像伊就是你咧讲迄个种种的吼。囡仔去读书了，因为伊的环境无人要甲伊讲，伊会感觉好像跟不上，会丢脸。应该有一丝这个成分伫哩啦，所以伊去人会甲你像你来讲的什么话，就变成安尼。所以讲其实应该根基是爱拍伫家庭内底。你的时段，你甲你本身父母若毋讲，囡仔哪有法度可能会讲咧？对无？你都毋嘛要哪教囡仔？讲这是母语嘛？是啊，母语并毋是讲。
单台语尔，所有的族语拢共款，都是母语啦。对啊，就是你照你讲是你的来源，你原本出来讲的话，对。当你若是较早讲外省人啦，吼，咱当时无安尼分，但是较早讲外省人，你诶语言原本是遐的，啊，你就是用遐，讲遐嘛无要紧。啊，阮像讲客人拄着我嘛甲讲，你着甲伊讲吼，你加减甲教。对啊。啊，咱听无，咱就罔学罔听，啊，做心息嘛好安尼啊。本来即个语言就是安尼，我拄则在咧讲。一个因为无形中学台语，结果伊去香港当结果因为伊会晓讲台语，让伊去得到一个铁饭碗，对无？即无形中的有当时咱真歹去按算讲你加学会晓啥物，反正你当看袂出来有啥物好的用途啦，但是。真侪物件都是安尼，基本教啊，你自然就会发展伊个物件。因缘若教，你就得会着啦，吼。对啊，就是安尼。好来咱感想嘛真侪，真正有认真伫听的对。一礼拜无较听讲哦，小可听一个，就爱听一个。顺续来宣传者啊，因为咱拄则讲即个台语绘本吼，奇幻真台湾哦，就是那以即个张总经理家己讲法咧，念奇幻真台湾吼，这咱都毋管，反正就是即个绘本的。我甲伊吼，伫咧9月17号，也就是中秋连假的前一天，吼，咱应该是新历9月18，是中秋连假连续休4天嘛。吼，但前一天拜5的暗时啊8點，吼，目前是安排即个时间，伫 Clubhouse 顶悬会开一个房间。真好啊！即个房间的主题就是来讲，伊即个绘本内底3个故事，包括即个二爷找甘露，吼，啊，还有。霸族真人伫青梅蛇，青梅蛇就是咱讲詹文溪，台南的詹文溪，因为过去即个水文毋是讲介稳定，拢走来走去，世界拢做大水安尼，敢若青梅蛇世界传安尼啊。过来还有一个是有魔神仔讲卖菜，因敢若会念卖菜啦，但是阮遮主细拢讲卖菜，魔神仔讲卖菜吼，这3个故事可能会甲大家来分享啊。当然嘛是替即个绘本做一个宣传吼，大概剩即个目主的时间有限啦，咱伫即个顶一集的节目内底嘛有讲，伊若目主过后，你要搁摕到即本册其实无遐简单吼，因为数量有限。你若真正对即个物件有兴趣，或者是讲你对内容想要搁较进一步了解嘛，欢迎你到时阵甲即个来到 Clubhouse 的即个房间。Clubhouse 呾，毋管你手机还是呾一款版本，应该是拢有法度安装啊。过去敢若 iPhone 会使啦，呾两个拢会使。你搁甲伊宣布一个时间点。即礼拜5。咱上档的即礼拜5发布，即礼拜5啦，就是9月17号暗时8點，所以那大家有时间，或者是你若会袂记嘛，无要紧吼，就是你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是即个 Facebook 拢看会到吼，后壁我嘛会搁做即个宣传，我重复一解，9月17，星期5。你星期5敢若怪怪，无人安尼念啦，礼拜5啦，礼拜5袂使照念啦。咱用那个的方法去念。即嘛嘛同我翻出来嘛，星期5即嘛小朋友。礼拜5啦，礼拜5，9月17礼拜5。安尼恁就会记哩啦，星期5啦。对啦，有当下调刚刚讲大家就会记了。暗时8點有兴趣会使做伙来耍。啊，有对即个张总经理，你若听完咱顶一集特辑的节目了，有啥物款的想法，有啥物款想要甲总经理来分享的，你都拢会使伫内底，或者安排时间，互大家会使甲伊来做互动，来甲伊请教。过来，咱顶一集有讲到一个词嘛，想讲伫遮甲大家来讨论补充一下啦，就是咱有讲到哺乳。哺乳你当然应该真会记哩啊！我去做调查过，确实包括讲实在，即个词连宜兰人当知影的嘛无济啊。因为我都爱讲嘛，衫真的愈穿愈少，因为保暖的太轻便太多了，甚至免穿甲头甲安尼济啦，嘿！我甚至问甲50外岁嘛，拢有人已经拢毋知影。对啊，所以讲你讲形容甲我一时间伫想讲，一时间形容小想无。对，我甚至伫想讲，敢讲是我家己厝内，还是讲咱即个事吼，可能即装啊头衫甲会安尼讲的话，我就去查吼，真正有，毋是讲敢若咱遮的话尔哦。是吗？嘿，伫咧台日大词典内底，即个是1931年甲1932年出版的即个词典，日本人统治的时阵吼，日本时代因为对台湾的一寡台语做真侪调查甲记录，都讲到即个词啊。可是应该讲用无济啦。
用这用无这我毋知影，但是伊原本伊的原音是写布布，吼，就敢若碰碰圆滚滚，就感觉布布安尼。啊，伊后壁佫加标注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讲法腔口就叫做布鲁，吼，就是安尼。啊，即个词因为咱拄仔讲伊出版是1931年左右，吼，离当时要90年啦，吼，当2001年。但是一个词要互你写伫字典内底，照过去一寡经验，至少爱10年的使用流行，你要流通嘛，我甲会甲写伫内底，差不多是10年以上的流传，才会互写内底。所以就是讲即个词，你凊彩一算至少100年起跳，即个词已经100年啊，但特别无去啊。对啦，因为毋那是因为大家无伫用，第二是大家衫嘛愈穿愈薄。对，所以词一个名词要消失，毋是讲敢若大家无用尔，伊有真济外在原因嘿。即个原因包括可能无共款语言的参滥吼，无或者是像咱这特殊的一款讲法，这情形是讲咱衫因为科技的进步，衫愈穿愈薄就会消耗啊，无需要穿甲较厚吼，都无即个需要，无需要去形容，所以一个物件即个形容词愈济，就代表讲咱愈重视即个物件。相对来讲，即个物件咱已经无需要去重视啊。比如讲寒天无需要穿较厚啊，即个甲寒天穿足厚有关的即个名词，慢慢就会消失。即个形容词嘛，慢慢消失，这是正常的代志啦。所以你即摆伫讲吼，我得个想到，以前阮阿母常常安尼讲，穿甲布鲁咧安尼，有够无方便的啊。对，无方便，就感觉静静的行动不便，对啦，束白条咧安尼。对，就是布鲁啊。大家若目前有当看囡仔穿，因为囡仔人有当还佫穿较厚啦，古水安尼，你就会使来使用吼布鲁，或者有写伫台语大词典。我估计超过100年的使用啦，吼，你一讲到100年前的话，迄嘛真趣味吼。你想讲100年前的人是用什么款的方式伫讲即句话，吼，这是真好耍的一个代志吼。所以过来吼，就是甲大家即个分享补充一下啦，吼，拄好顶解有讲到布鲁即个物件。来回复一下咱的即个，毋管你要讲留言吼，还是老话吼，拢会使。即两种拢有人讲，一个是较文言的讲法啦，一个是较白话的讲法。即个是你啊，可能你应该嘛有熟悉甲对，就是应该讲你应该嘛有伫即个 Clubhouse 顶捌拄过。我捌看过啦，捌看过即个名啦。对，应该恁有共房间过啦。我敢若捌看过恁有共房间过。你拢伫甲顺呢？我拄好看着，无迄个眼角顺，我最近才无用甲变去啊，所以我拢讲录音就足赶时间的安尼。即个伊是讲，即个盐口鬼用的故事，咱捌讲一个盐口鬼用的故事来记了，普渡的时阵伫讲的，讲听到即个台语话故事增加家己袂少即个常识甲知识，嘛真值得大家关注的即个 podcast 啦，讲咱的即个节目，这是伊互咱的老话啊，感谢伊。多谢。所以咱过来就爱正式进入咱的主题，对无？咱甲留言回复了。这个主题咱当然是顶礼拜，已经毋是顶礼拜啊。顶礼拜是这第一集。顶礼拜咱的主题是啥？啊，各位记得无？这个人台语文。讲较紧诶，讲台语文较紧安尼吼，单语文啦，单语文的故事。这个人命运真坎坷，真可怜，我会感觉啦。其实咱的主题叫做15000公里的返乡路，大时代的小人物。单语文吼，也顶半集啦。对，这顶半集。当然，这个故事是源自这个一本册，叫做《零下68度二战后台湾人的西伯利亚战俘经验》战俘经验，就是这个伊的孙吼，伊我等下甲伊人嘛，伊的孙呢会来帮伊写的一本著作吼。就是咧讲这个宜兰人单语文啊，咱伫顶集的时阵，伊的顶半集的时阵加好一个外号，做台语文。就是呢呀。你就爱叫伊台语文安尼吼，伊伫咧就是咧讲即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即个宜兰人用日本人的身份来参军，最后世界流落，甚至去讲到落即个词流落对无？咱会安尼讲。世界流落，落是第七条，伫台语内底是第7条，但是若正式写法，因会写流落。流落，落，应该讲，伊伫正式的目前
官方我知影讲教育部伫写主要即个字吼，用的是即个高雄迄边的腔口，是第8条是较重音，就念到落。咱若讲华语就是讲落下来迄个落。对啦，华语是安尼，但是我当讲是台语讲，那你讲落即个词。依然会念第7条是念落，落雨的时阵，伊是佫讲变调啊，变第3条。但是咱单念即个字，比如讲，咱讲流落，咱讲流落，流落树风安尼流落。但是你若是即个高雄正式，若是咱官方伫写的，伊是写第8条变音变流落，所以念法无共款啦。就像咱伫讲打即个字共款，那尽量讲到。即个卡达义小妹拜大姊吼大，但是事实上伫咧高雄的音是念大，有诶南部的即个音我捌食嘛是共款，咱讲食，伊讲你要食无？你讲你要食无？但是咱会去学，但是咱事实上家己讲的是你要食无？你绝对袂听到一寡伫宜兰较有岁老岁仔人家己讲你要食无？绝对无人，伊就代表伊绝对毋是遮的人，或者是听咱过去毋是遮的人吼，咱一定是讲你要食无？这就是一寡差别啦。当然我。毕竟我宜兰人，我当然尽量宜兰家己习惯的腔来讲这个故事啦。我是用通话的时候，我无宜兰腔去啊。你人较济安尼，参人较济。我4界去安尼。咱讲，所以这个单语文最后4界流落了，甚至去到当时属于苏联的西伯利亚这个大宿员，这个代志。当然，咱嘛有讲到讲伊过去的去过的所在真济，虽然顶集的时阵，顶半集讲到真济地号名，对不？对。包括日本的东京。清心就是亲生啦，青森，清心基玉，基辅，米子有那个，迄时阵特别讲这个词，过来朝鲜，迄个时阵的朝鲜，当时的朝鲜就是到尾到有分北韩、南韩嘛，当过去的朝鲜，所以伊是即个釜山，啊，还有大邱。平壤啊，还有过去中国东北的即个满洲，搁刷到哈尔滨，最后搁互苏联拐去，经过牡丹江水混河，来到即个伊库茨克州的即个泰夏特，意思是讲冰冷的河流，这地号名是即个意思。一直开始就是即个所在伫雪地当中，搁行120公里来到一个农场来做工咱讲做苦力就对啊。迄个时阵的温度上低来到零下68度，后来搁得到富伤寒即款病对无？啊，过去富伤寒，咱介绍讲即个伤寒杆菌搁送到100外公里外的即个病院，3个月后搁改去铁路队铁路工作队伫做事。所以伊走去真侪所在，你遮咱嘛补充一下，咱大家伫真情提要啦，大部分讲的拢是真情提要，未正式开始因为互大家回想一下，你若是想要知影细节，当然去听顶集的，就是咱顶半集吼。第补充一下，咱讲，咱顶个有讲到即个摄氏几度吼，摄氏吼，拢有迄个时阵因为伫台语内底。即个字吼，摄即个字嘛，甲华语共款有2个发音。华语咱讲即个字念摄还是念镊，对吧？摄氏镊嘛有即个字吼，即个字嘛是镊，镊字就是即个镊。然后台语内底嘛有一个说摄甲粒这2个发音。所以咧，迄个时阵我是参考华语的即个摄氏的念法所以摄氏的念法啦，所以我是用摄氏来做发音。当然，比如讲咱定嘛会用即个摄影，虽然华语讲摄影，但是台语讲摄影所以其实这毋是一定爱安尼念，我毋是叫大家讲你一定要照我安尼讲，我来念摄氏，你就爱念摄氏，互你知影讲我去安尼念，但是这2款发音是安尼，拢会使啦。这2款发音，这2款念法，我嘛拢有听过，所以我是感觉讲大家会使经历家己较介意的念法，只要咱听的惯势，其实拢可以你经一个较介意还是较接听的念法拢会使。你若要安怎讲人拢听有主要是咱伫沟通方面毋是沟通方面是顺势的，其实是无要紧啦。对我来讲是安尼。无咱今毋是要去考试，你若要去考证件证照，迄都无共款啦，若无是都会使啦。好，来咱讲重点，
讲后壁的后半集的故事。好，咱等来正式开始咯。无毋对，话讲环头，咱讲单语文原先赴日伊是要学医，那知影迄时是二战的尾期，伊读册成绩无顺遂，想讲无来去参军开战机，像知伊天生就含慢的考试，技术无调，煞校补去做警备，为着考文无介好，为着训练世界去去到满洲是中国的东北市。过无偌久，日本和美国弹一个亚白旗，伊原本就想讲投降啊，所以伊原本就想讲安尼咱就准备来撤离，怎料煞互苏联拐骗去到西伯利亚的雪原是寒死死，而且还阁来破病。最后治好，阁刷去铁路队，刷落来，这是伊回乡唯一的时机。所以讲，这人嘛是吼，安那会遮坎坷的想拢无。你来另外角度讲，伊的人生是经验丰富精彩，毋过这个精彩计想无介好算哦。对啦，但至少是一个过程吼。苏联当时吼对这个政府吼，伊这个标准吼，伊其实是会甲一部分的政府送转去吼，那种遣返啦，吼遣返转去，所以有一部分的安尼吼。但是伊要安那，伊些标准是啥物？就是以你的体能来决定，就是你身体会堪力无。我若逐工敢若处理恁的破病，我都毋知开偌济钱，无可能嘛。所以即款的伊就会尽量提早先甲送转去。在1948年的时阵，差不多3-4月的时阵吼，即个单语文甲伊差不多10几个共体吼做伙互通知讲，差不多去做体检嘛，一段时间咧体检一届。负责体检的有2个人，一个是一个苏联的女军医，另外是一个查甫的军医是日本人哦。即个日本的军医吼，毕竟是只要对家己知影讲互掠来是日本人，尽量有法度斗3工就斗3工嘛。所以迄落乡亲啊，对，所以若看讲这个体格啦、体能啦，这较揽一丝吼。虽然讲无甲揽甲较揽，就尽量甲写较低吼，尽量符合这个标准，尽量斗3工啦，帮伊争取啦。所以，但伊文家己是认为讲，伊就是伫即个日本军医的斗3工的协助之下，才有法度达到即个标准啦。因为你若看伊的相片吼，其实我遮有伊的相片，你会使发现讲，伊看起来汉草其实袂歹，其实的呢嘿，其实袂歹。关度也无啦，伊爱辛苦安尼。嘿啦，当然这是当时是拄开始翕相，未受到这苦难的时阵的相片，甲迄个时阵可能会有真差真济啦。变形啊啦，嘿是有可能。所以迄个时阵呢，都有达到即个会使遣返的标准啦。标准了就讲好，既然安尼，就要互伊转去日本。要甲送转日本，迄个时阵坐火车来到即个，我若用家己即个台语翻吼，因为伊华语有家己的名，伊华语叫做纳霍德卡港。但是我有去听过伊即个苏联用语的发音，我讲台语内底咱其实只要翻即个立好港就好啊。我讲就简单听好讲发音嘛佫较像吼。即个立好港吼，就去等待要转去日本的船班。为什么拢无人想讲伊毋是日本人咧？伊迄个时阵拄开始算日本人啊，伊出世的时阵是日本时代哦。对。虽然毋是正日本人啦，次等公民虽然是无毋对，但毕竟是日本的国籍。对啦，伊的习惯啦。迄个时阵伊是算日本人，所以就要等伊转日本吼。5月初的时阵，甲2000个嘛袂使讲完全共体啦，就伊遮是用同袍，就是讲反正甲你做伙共款的命运啊。敢若同窗拢做伙就对啦。同袍安尼吼。同彩啊。做伙坐上一只船吼，做信浓丸吼，华语叫做信浓丸。我所以讲到这个丸，我想讲来甲大家介绍这个船。你有看过无？就其实真侪日本的船家拢会用什么丸，敢若丸仔的丸吼，一丸两丸的珍珠丸的咧。其实是有原因吼，伫日本真侪用丸来号名这个船，是因为这个1990年的时阵，日本伊有定一个叫做船舶的登记手续法、船舶登记手续法，就是船只的登记了对啊。内底有规定哦，唔管你这船只要叫做什么名，拢爱用丸马路，日语叫做马路，拢爱有一字来做结尾。所以这个规定到2001年2001年啦，2001年的时阵才来取消的。所以比如讲真济名，做比如日本的船吼，比如日结丸、吉野丸、日本丸、北好丸，毋是北好丸是这个摕来食的吼，咱这个宜兰南蒙古的名产吼，北好鱼丸吼，北好丸毋是这个吼。比如讲咱拄仔讲日结丸这个日语
做Hiyoshima 吼日吉丸。当时这个一只船的名啦，吼，当时这个名其实嘛是这个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日本真有名一个过去的这个大将军，吼，伊的细汉时阵的名嘛是有做这个丸，吼，嘛定定摕来好名啦，人名嘛定定，因为其实马路这个词有一个研究就是讲是来自马路其实是过去日本的称呼我家己讲我家己的意思，吼，所以就是自称的意思，所以希望讲这个船家对讨海人还是对开船的人来讲，这是我上重要的这个物件，上重要的物件，所以嘛用这个马路，就跟我家己，跟我家己同款重要，迄个称呼的方式。你嘛跟它成一个标志啊，所以就玩有这个意思，跟我慢慢来再演变成马路，为马路甲演变成马路，有这个讲法了。过来，比如讲我拄讲吉野丸，吉野丸是吉野丸。Yoshinomaru 其实是伫台湾到日本之间载货载客的货船，伫咧二战末期的时阵是来运送这个，该来运送日本的军队，所以1944年时候，美国的这个海军弹一个都沉到海底去啊，一个就去啊，差不多死2500人，所以迄时阵是真恐怖，无毋对。过来，过一个这个日本丸，日本丸大家看会到，日本丸是伫咧这个目前日本人停伫横滨，横滨，横滨这个Yokohama，Yokohama这个名真有大家应该拢较熟悉啦，横滨港Yokohama，其实伊是只帆船。帆船，你硬要翻就是帆船啊！我毋知有其他讲法无，我无去特别注意过。华语做帆船。咱我看过一出戏讲，有一个人讲话，人讲安尼讲话无合理吼，伊就讲，互伊一阵对头风，看有外敖驶船用写旁，这个旁就是帆嘛，吼，旁就是主要是引导你的方向，互你有这个动力会使向前行嘛。啊，你明明对头风是对正面来，看你外敖用写旁，你有法度行啊？所以就是这就是旁船吼，帆船这旁，你讲这个，我讲这个形容袂歹，吼，就是讲你这厉害呢，互你对头风驶船用写旁，所以这个形容的方式啦。其实就是你家己考试，就是讲你家己刺激，你家己试探看你外敖。你当有讲到一个词，这是我较少听到，你讲什么风阵风吗？阵风啊，逆风啊，阵风就是讲风对你对面吹，你爱硬甲伊相拄安尼嘛。所以咱若去行路，也是你有时候慢跑的时候，爬山行路，骑脚踏车拢共款。对面头吹了，个我就阵风，动袂掉，使了解一下。这是我感觉较对在讲即个船的代志吼，所以甲大家补充一下吼，大家了解讲原来即个丸，咱定定看什么丸，其实是有伊的来源的。所以迄个时阵因这种毋是背好丸，背好丸无伫内底吼，背好丸是伫南蒙阿啊。我哋大家有兴趣使去遐拢有即个。应该是很煮的吼，很煮的。我就讲啊，我家己手头市场其实嘛有啦，就是很煮的。伊人讲很讲煮啦，吼，大大部分所在讲煮啦，拢很低啊，很大点，很低用伫遐晒吼，你著很使买来，敢若吸收安尼食啉做安尼食，拄啥好去就好食，就好食。我希望拢爱食退食，退食听有啦。一般即个退食就是直接吃啦，吼，无配其他物件，无搁处理过安尼吼，因拢是熟的啊，我都会使直接安尼食，其实真芳啦。安尼较好食，口感，因为既然用的即个鱼丸啊吼，其实主要咱都讲培好鱼吼，培很好，培很好嘛，咱咪讲培很好嘛，对无？不记因为这款鱼啊，即个口感吼较 Q 一煞，甲一般咱外口伫卖吼，那其他的县市主要尤其中南部的。这个鱼丸用的鱼啊，主要是沙鱼啦，鲫鱼很沙吼，就话好食，讲到食会去，咱嘛不就讲这咧。但是这无紧食，咱以后有机会过来继续来讲吼，咱讲到来这个，讲到来单语文的故事吼。5月份的时阵吼，这几只信龙丸，咱都讲信龙丸吼，这来到日本海的这个武河港麦日了，这个武河港是伫咧。我来看一下我的资料，伊是伫咧日本京都府的北边，京都你知影京都，关西地区关西地区的这个京都
北边的一个城市，京都川贝枇杷膏，不是迄个京都，不是迄个京都，迄个京都跟迄京都所在无共国家，京都啦，日本京都，就是即个较早是军港哦，伊较早是军港，就是当然这阵嘛是共款，就是坐甲即个所在，因为主要伊过去原本拄开始去甲日本的时阵是去东京，你会记得去读册时去东京，但是东京关东地区东京属于关东地区，是因为即个美军进前的空袭。咱较早嘛，台湾真侪所在嘛，有美空袭即个代志。阮捌过，你嘛捌拄过空袭，我是无拄过。有啊，我迄阵规阵学生呼叫来时空袭警报安尼。嘿，大家都赶快毋好有声，大家走去迄个树啦，阮迄较偏遐。但是你的时代已经是，迄可能演习吧，演习尔啦，因为你会想无到迄个时代，想讲70几年前日本都已经投降。阮迄阵敢若嘛想起来，等你讲起甲想着啦。演习有啦，演习都加减，敢若捌拄过一。阮真是拢会走呢，规学校拢离开学校教室。我甲我的时阵敢若都无啊，加就是讲你乖乖踮伫教室内底，莫讲话。阮是拢爱走啊，阮真是拢离开。够混的就对啊。因为其实过去日本因为受到即个美军的空袭所以关东地区差不多一片的焦土啦，就是差不多拢互因断甲拢无物件去啊，所以伊到遐嘛无法度去甲东京，因为东京嘛毋知要找啥物物件伊原本是遐读册嘛，所以只好暂时留伫咧咱当讲买日武号即个所在，或者期间伊佫有拄着一个捌伫家人做个工课，即个日本警察，我都开讲，多熟悉啦。还好。拄着伫迄个时阵才熟悉的，当时伫咧武号时阵熟悉，知影讲即个日本警察捌伫咧家人底下做个工课，我都开讲着即个台湾的情况，台湾最近的情形安尼。即个日本的警察就甲讲迄个时阵台湾已经毋哪有即个三民主义啊，已经是国民政府接收啊嘛，佫爱学中文的即个 ㄅ 注音符号。你想讲伊毋捌学过咧，但迄本是日本时代出世的咧，所以伊学的是台语。家己语这两款尔，所以其实伊是袂晓即个物件咧。华语也袂有。迄时阵其实嘛也无华语即个概念啦，我若无记毋对是安尼。所以甚至还佫会晓唱中华民国的国歌哦。伊讲而且是即个日本警察唱好听。三民主义。但是讲实在，即段我有感觉真奇怪，就是讲，敢真正有法度有敢有即个代志，因为第一是日本警察，你伫日本时代伫台湾，你无可能会听到中华民国国歌，对无？迄时阵是日本统治。若日本战败了，你嘛无可能日本人的警察留伫台湾做警察啦。迄时阵国民政府接收，所以即个部分其实我是小可有感觉讲小可奇怪。即个部分就是那日后有机会，咱来请即个原作者，就是因的孙，陈立行的孙，你个你叫什么？伊即个名介绍嘛不离行吼，立行你若有听到吼，介绍嘛不离好记，以后有机会反正，因为毕竟宜兰人啦，我想反正有机会再继续接到嘛，无一定吼。然后若真正有机会来邀请伊来开讲，来讲一下因即个阿公的故事。所以迄时阵大家都伊真侪陆续续其实真侪工体都坐船要转来伊家己家乡。那时阵陈以文佫继续留伫咧武号即个所在。伊的阿兄或者陈定荣、陈正荣，正要安怎讲？镇定的镇，劳动定的定，荣是榕树的榕，定荣。念是有时候定用啦，但是比如榕树咱袂安尼，咱袂讲榕树啦，是青啊，对，青啊，但是咱是讲伊若做名来念啦，就陈正荣、陈定荣吼，但是伊日本时阵的名做较加嘛幼稚，景山养二、景山永吉吼，应该是安尼念，景山养二。迄时阵即个阿兄二兄真正是有情有义吼，逐工伫咧即个。日本东京，因为咱讲东京断甲乱七八糟乱七八糟拢已经找无，真正拢无去啊！其实小弟是伫咧京都北边的城市，武号港差真远，就逐工伫即个品川新那高啊，品川车头，
嘿，新南高华一起伫即个所在吼，伫等因啊，等小弟，因为真侪人若坐即个复原列车，复原列车就是讲，你若原本毋是日本人嘛，该送转去的吼，是你是关东地区的人，就是甲食了甲国有即个消息就对啦，所以就逐工伫咧车头伫遐等伊，伫找伊安尼。好加在，真好加在是讲有一工就伫车头拄着伊军中迄个时阵，甲伊真正共体，吼有知影伊的消息，甲讲伊即个小弟啊，佫留伫咧武号即个所在，所以紧来去找伊会合，伊就走去武号，吼，即个阿兄走去武号找伊会合，就讲总算有找着伊啊，两个都真正有拄着见着面啊。拄见着面，咱以前若遐尼久无看，是毋知猫咧大口。讲真久无看嘛，讲实在嘛无真久啊。咱讲头前顶一集遐长的时间，顶半集遐长的过程哦，几百公里伫走，其实嘛是1-2年来的代志尔。是啊，毋过迄落变的，就来变化，我代吹转来爱头笑啊。迄个时代啊，嘿啦，迄个时代战争当中，其实人一离开，有法度佫见着无，拢毋知影，真困难嘿，无法度定迄落啦。对啊，但是你会知讲即个。阿爸吼，爸爸丹徒金神医生吼，到底是偌希望因囝来做医生，竟然佫希望讲伊留伫日本继续完成伊的学业，因为之前还未读了嘛，你就去做军啊、做兵啊嘛，吼，种参军啊，伊来拢继续读，拢无想着讲这囝会可怜哈，奇怪。嘛毋是，我想嘛毋是安尼讲啊嘛，是我想最主要嘛是希望讲囡仔未来转来了，真正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你头前遮辛苦啊，咁讲你转来无想要好好过日子，所以若有通有一个学业读好吼，伊会使真正做医生，毕竟是一个保障啦。这个是讲老爸的梦想啦。反正是安尼，这我嘛毋知影。但是讲到丹徒金医生吼，咱其实会使来补充一下，伊即个人吼，其实应该是1890年出世的。那我若无记唔得差不多这个时间吼，伊较像是东欧，你知影？甲一个名人，最有名的宜兰的名人是东欧。你该袂讲陈进东吧？毋是陈进东。但是嘛是甲医生有关系无？我未出事，所以我毋知。甲蒋渭水有关系，蒋渭水，因两个伫宜兰公学校的时阵是东欧。安尼哦，宜兰公学校迄个时阵是一个小学啦。安尼迄下呢拢不哩有出脱咯。咱讲，出脱听有无？很有出息啦，真有出脱的。这个宜兰公校，咱进前顶半集的时阵有讲到有一个做宜兰高等小学校，这款的是大部分日本人伫念的，或者是你爱会晓讲日语，厝要有基础啦，厝要有一寡够法度去甲遐读册。但是这个公校就是较一般台湾人都会使读的学校，这个国小也就是即马宜兰市中山国小的前身，迄个所在，所以讲中山国小100多年啊，就是过去是这个宜兰公学校，是真趣味，所以伊甲蒋渭水是东欧，丹徒金医生。蒋渭水哈，但是因为嘛渭水路啊，伊蒋渭水伊的这个墓啊嘛迁转来啊，伊当时待伫樱花林园，咱这个算大溪吧，迄个应该算大溪地界。这个丹徒金医生，我当讲伊原本希望因囝继续留伫日本完成伊的学业，毋过因为单语文已经无日本籍啊。日本的这个国籍已经无，应该念国籍嘛，当然袂当啊嘛。因为你过去是用日本人的名义身份来念的，虽然你是台湾人啦，但是迄是算是日本嘛。但是日本投降了，已经算伊，不管你要讲规范，现在总讲一句台湾无属于日本的啊啦，你原本就毋是日本人啦，所以就无都留伫遐，只好对这个其他8个台湾人做伙吼，为这个武号经过大阪，经过文书，大阪就大阪，这个大阪，这个所在关西嘛，拢伫关西地区吼，过来这个日本福冈的这个福冈县的这个做摩日门司这个所在，真侪所在啦，经过日本真侪所在来想要来去坐船就对啊，但是半途佫互这个美国的宪兵掠去。啥那咧？对，啥那伊互美国宪兵掠，因为迄个时阵战后二次大战了，因为这个日本是接受到美国的统管的，其实毋是包括毋是干那美国啦，是真侪国家做伙来统合。1947年一直到1952年吼，这段时间，有这段时间日本吼是全国毋是干那一个所在，全国拢由这个叫做驻日民军总司令部来专权统治。意思就是讲，这个时间
你日本不是日本人伫统治的，是这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你是战败国。当时当然我嘛是帮助你这个国家复兴啦，你爱建设爱创，但是你的制度嘛必须重新做调整。真济打流传落来的制度，就是迄个时阵定落来的。对，所以甚至当然迄时阵对日本人来讲嘛真可怜是，譬如讲你若生产物件，咱较早会写，譬如说咱譬如讲台湾咱会写 Made in Taiwan， 譬如讲你是倒遐做，你是 Made in 倒位对吧？日本迄个时阵生产的，毋是写 Made in Japan 伊是写 Made in Occupied Japan， 是讲你是伫互统治之下日本做的，毋是讲你是日本做的，你是日本互统治之下日本做的，有迄个名称无共款啦。对，专讲爱个注明讲，即个时阵的日本是毋是你家己的日本？有即个讲法。但是啥那伊会互即个美国宪兵单一文互美国宪兵伫半路刷下去，因为你是为共产国家倒来的。有资料伫哩。虽然顶半集是毋是讲着讲单一文啥那伫咧甲伊的囡仔、甲因孙啊，伫讲即个。伊面对即个共产主义的态度，伊是安怎想的？现在特别讲到这，我讲跟这有关系。你看，因为你是为共产国家倒来，你伫日本就半途互美国人掠去安尼，所以一直经过解说，讲无，我是互掠去的，我毋是家己走去遐去学什么有诶无诶，倒来毋是，我是足可能，而且我是台湾人，讲一道题，解说了，甲互即个释放，释放了去甲长崎、Nagasaki坐船，但是坐船无法度直接登台湾因为伊是爱去到上海，因为日本政府付的即个伊出的即个理费即个费用，敢若有法度坐船到上海，无坐到台，无我到台湾来另外加钱无出这钱互你日本政府时就善加所以无法度，或是只好去到上海。上海其实咱拄讲是1947年迄个时阵过年1948年就是即个。过年啦已经过年到1948年到上海的过年到上海是已经是过年就是过一年，过年就过一年毋是过年啦嘛，毋是过年。你讲过年，有的所在讲阮过年，对，这是隔年，是过年。是，你这样讲就是过一年，无毋对迄年就是1948年，1948年啊，对台湾近代历史较小可有知影人就知影讲，这是国民党政府伫咧中国大陆战败的前一年。过来1949年就来到台湾了嘛，伊就前一年，迄时阵其实中国迄边的情势嘛，拢真凶险啦，即个国民党甲共产党的内战真侪问题，所以因到上海了咧，又搁互即个国民政府外事警察搁扣留搁掠起来，好佳哉！我讲伊嘛算讲真可怜，但是嘛真运气真好，嘛真好。甲伊同行的有叫做萧瑞龙即个人伊厝诶伫孔仔寮，讲寮咱过去的地号名做孔仔寮，孔仔寮即个所在厝可能较好个咧，做即个煤矿业乌炭乌金啊，即个乌金啦，咱讲乌金就火炭所以就是伫做即个产业。厝诶，就紧日派人来解说来到上海去解说讲无咱真就是伊个共款的物件啦，如果解说一解讲伊是安怎互掠去等等安尼，总算都个互释放出来安尼，释放出来了咧，就即个因一家伙人就暂时先大家带做伙讲咱准备一下来坐船来倒来台湾。萧水龙即家伙因厝诶人，即口罩诶人实在是算讲真好心，甚至帮这人准备因需要即个准票，佮帮伊准备即个路费，拢该准备好好。那真好所以算讲人非常之好安尼，无毋对，所以就是拄着贵人，对，真正是贵人所以因就才有法度真正平安倒来，来坐船来到咱即个家人港嘛，来到家人上岸，靠岸了后咧。因为互怀疑讲你是非法入境偷渡的，佫互扣留落来所以一路拢伫互掠起来。你就有经验的，一间间都互开到。伊佫互扣留当然，因为离即个孔仔寮真近嘛，迄啲家人离讲寮真足近所以即个萧水龙老爸佫出面来帮伊做保，你看真好心出面帮伊做保，这一家人这几落的人做伙总算互释放真可怜。我经过这波折了，单一文总算为孔仔寮个。为家人啦，等来到宜兰的旧厝，已经是1948年10月份所以已经过真久来分享了来这第一问道，原本是伫因老爸开设的这个蓬莱病院这头路伫斗三港就对到尾甚至伫这个
老应该算我伫药啦，吼，这无讲，但是可能是伫咧老爸的斗三公主道之下吼，甲即个宜兰圆山圆山吼，即个所在一个生理人的查某囡仔，或做林素来结婚。结婚了咧，因伫咧想讲啊，都无搁继续伫日本进修读册啊嘛，你可能要考医生嘛，较困难啊，早期啦。所以既然安尼，就家己开一间药房好啊，吼，老爸伫开药单，开药房爱拄好。看久就遐啊。所以就伫咧宜兰市的康乐路，康乐路，宜兰市康乐路来开一间叫做伊文药房。这用伊的名来号，无毋对，一直到1994年才来休困，都有岁啊啦，都休困啊，退休啊，就对啊。伊是其实我伫查吼，我有捌查伊即个工伤登记，敢若是1993年就申请啊。事实上可能年底啦，所以事实上真正休困是1993还是1994，无确定吼。反正就是迄较早的时阵，过来。2012年的时阵吼，陈以文听讲是伫即个困梦中吼，伫困的时阵人都过去啊，所以安尼嘛真好啦。对，虽然顶半生真辛苦，但看起来下半生是过了还佫袂歹吼，嘛甚至人无伫哩嘛是真即个安详，真轻松啊，真轻松来过，嘛算讲轻松啦，对，嘛算讲轻松，无经过什么磨难吼，无病痛即磨等等吼，就安尼来过生，迄总共迄时阵活到85岁。安尼算无简单咧，算讲真无简单的一个过程啦。伫遮想讲顺续来甲大家分享特别的家己发音的宜兰的特色。我拄仔伫讲真侪物件，有当时会用到。那咱家己伫讲，其实有当时袂特别去注意。比如讲，我可能伫宜兰讲话时阵，就是甲大家讲话就是安尼，大家嘛差不多啊。你袂讲奇怪，无感觉特殊讲，无共款啦。对，但是定定就是甲外县市的人伫讲话了，才发现讲，恁是安尼发音的，恁是安尼讲，即个腔口差别伫倒位。比如讲有一个我特别想要讲，就是即个宜兰的即个腔口外县市较无伫用的，就是用甲央的差别。比如讲，咱讲乡镇乡镇，真侪所在讲乡镇，但是宜兰较传统的讲法是乡镇，所以你若定定听到，比如讲咱咧讲乡长，咱咧讲乡长，真少听讲乡长。阮阿姨丈就讲乡长，因为伊毋是遮的人啊，对啊，伊毋是遮的人，口音无共啊。对，但是宜兰，我目前大部分听到咱一定会讲乡长。对，咱遮基本啦。咱真侪外县市用乡用的即个音，咱会念央的即个音吼。对，无啥共款，所以但是有一个较特别的是，比如讲故乡，咱就袂念故乡。好，但即个词利用即个词时，咱就念故乡。但是其他的词，咱就会念乡。还有一个词嘛，是定定用到翕相甲翕相。对。你啊，宜兰人其实正式会讲翕相，所以我会摕相片，毋是摕相片，对吧？一般讲相片，但因为参南的关系，所以咱嘛定定讲翕相甲相片啦，相片第说。但是你若听搁较有岁的人吼，尤其是较传统，伊无伫用什么网络啦，甚至嘛无讲介入伫看电视，伊就讲相片，对，个翕相，这代表讲这是宜兰较原本伫用的腔，较特殊的，还有分享。咱当然伫 Clubhouse 顶管来讲啊，甲大家分享吼，一个想法甲大家分享。但是我讲实在，我拄开始听到分享，我会小可讲，原来有人安尼念哦。因为自我细汉开始，我念到的拢是分享。我一直认为这是甲享受共款意思。我就念享受，我袂念享受啊。对啦，是即满你伫讲，我确实是无去注意过对无？我讲我的嘛，我就爱讲我世界通通我去，我的话拢袂准讲我到底是倒位的人。我若出去人嘛袂讲我是宜兰人。你的腔口会较南。我乱七八糟的啦，所以比如讲，咱讲漳州腔，咱会讲漳州腔，都毋是讲漳州腔，是漳州腔。但是我嘛真好奇讲，彰化人、彰化是念彰化是彰化，可能拢捌听哟。对，我较好奇是，若以我的宜兰腔，其实对我来讲上。念起来上紧，上速时我念彰化，但是因为这个所在是地号名是因家己的人，家己在地人的决定就好，所以我嘛真好奇讲，咱的听众内底若是有这个彰化人，我大概用华语讲，彰化人，但你是安怎念的？你是念彰化还是念彰化？你会使留话或者是用任何的方式来互我知影，讲你到底是安怎念的？两个敢若拢捌听过，当然字无共款啦，甲漳
州腔迄个漳州是无共字嘿，但是其实我印象中会念即个字有彰化的彰，其实甲漳州的漳即个漳是有关系吼，虽然无共字，但是有关系吼。即个缘由咱就以后有机会讲啦吼。但即个部分我希望讲问一下即个彰化人来甲我讲你拢安尼念你家己的故乡。我毋是啊，你讲彰化啦。好，来这版5000公里返乡路大时代的小人物谈译本的故事下集下半集总算是讲了啊。那这个故事除了我个人感觉讲真特殊以外，顶几工啊我才拄正讲到这个小龟友，就是后壁变成这个冰店食冰就是以文入局啦，当然跟变成一个用迄个伊本身的，因为我有查到伊地点伫倒位，我就去查讲当变冰店，所以我就去甲看一下，去甲食一下。我其实伫即个Instagram 顶管有分享啦，就互大家看讲即个底相片文清风，当讲文清风安尼的一个冰店。我当宜兰人较早是无伫讲食冰啦，还讲食酸啊。是毋是冰是酸啊？这等我另讲要讲即个甲食有关系主题甲来详细向大家说明。其实即个小龟友甲就是伊文药局啦，甲陈土金医生的故事，侦查一个挖角尔。你一挖角就看到伊的故事啊，陈土金医生的故事。啦，有机会来宜兰省嘛，使去甲细细咧。无对，你只要查迄个冰店小龟友即间冰店，你其实是会找到。我嘛其实定有机会经过遐，但是伫我知影讲即间厝内的人过去发生的故事，你看即个物件，感觉其实是完全无共款。你知影内底发生过什么代志？所以当你对你家己生活周边的这人事物有愈侪了解，你就会愈更较熟悉，感觉较亲切，更较熟悉讲是安怎你生活的这片土地是你即马所看到的安尼。所以这个物件出现拢毋是雄雄就补出来的，其实拢甲伊过去的代志是有关系。所以我定伫咧讲故事，其实就是咱认定家己是啥物人的方式。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啦。这就是我伫咧即个下半集的最后一个结语，就是我的想法安尼。毋知影大家对即边的故事有啥物款的想法咧？这一集的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 留话互我。另外嘛会当到 Instagram、Facebook 找找即个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那咱今日节目就到这咯，拜拜。拜拜，无拜拜，等下我要佮讲一个广告。好，互你广告。9月17，星期五8点。啦，礼拜五暗时8点，暗时8点，Clubhouse 顶管。好，爱听哦。谢谢，拜拜，拜拜，さよなら。